月娘虽然过到中南部甲山区会落雷公雨，不过气象署讲暗时各地天气稳定，月娘真清真明。花莲高河乡救灾进度目前徛价拢清甲差不多，车路也清到98%，目标10月12完成。有8间学校明仔载开始上课。屏东业者用工业药水浸大肠摕来卖，台北、桃园、高雄、屏东拢有。卫生局提醒，大肠浸甲白色色的，千万唔通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中岛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即马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各地这高温是伫个36度左右，北部恐惊是会来到38度。中秋暝是好天，也毋过明仔载开始就要来起变化。这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呢东北季风开始变强，未来一礼拜是会较凉，也若食方面是有准雨。另外呢，这个第22号风台哈龙，目前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中秋即天天气有够热，气象署表示各地上高温有可能来到38度。气象署也提醒过昼了后，各地拢有机会落雷公雨，尤其是嘉义以南到屏东地区，雨势较大，来到暗时就恢复好天。想要看月牛，全台拢有机会。我们预估可能在西半部赏月指数都是比较好的，那东半部其实也还不错，那只是可能在东半部比较偏向在山区的地方。云量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些。气象署也表示，小热的好天就要结束啊！拜二到拜五，东北风真强，北部和东半部拢会转做正方面，雨势较明显，高温也会下降。北部地区对拜二开始温度在降3至4度。台湾附近的东北风开始增强，那到时候在整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会开始转成有一些比较零星或局部的短暂阵雨。而西半部地区大致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则是以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也那目前伫日本南平海面的风台哈龙风台，虽然强度一直咧增强，不过伊的角度向北平刷，离台湾愈来愈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花莲光复乡的民众试工也有一段好天的时间通摒扫，只是受到风台刮规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拢会有长影发生。气象署建议无代志千万唔通挖近海边啊！记者查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好，伫遮提醒大家，这中秋放烟火，若准过暗时10点，安尼就袂当搁再放。违规的人是会罚到3000块。另外，有民众呢是去到合欢山的武岭来佚佗，结果竟然伫遐来放烟火。嘛，因为当地是算伫个德鲁固国家公园内底，所以这民众呢除了是接罚单以外，若准无细离引起火烧山，安尼嘛会有刑事责任。火光四射烟火冲向天顶，互看到民众拢人气。因为民众放烟火的所在是伫合欢山武岭停车场，属有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跑去那边放烟，我是觉得太夸张一点了，没有注重生态问题。那这种行为已经危及到游客的安全，同时也会造成生态的影响，那也有可能引起森林火灾。那这种不法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今年中秋3天连假，为少民众到合欢山去观光佚佗，不过也出现这放烟火种行为。民众烦恼讲，樱花山哪会火灾？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强调，最近违反规定，上悬会使罚3000块。伫台南中秋节想要放烟火嘛，要看时间，超过暗时10点才用罚。市府选伫黄金海花甲关西平台遮开放烟火所在加强稽查。是外地的人来黄金海岸，他们可能没有想说这附近都有住家，所以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当地民众讲，真侪外来游客半暝放烟火，影响民众生活作息，也制造真侪垃圾甲噪音。市府强调，中秋连假前一暗到假期结束迄暗拢乱稽查，民众千万爱注意。今日到7时暗时已经看到129件，各罚10件违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家己当朝呢，因暗时伫边鱼林码头来放烟火，这是啥真济民众提早来甲占位。有一寡翕相的机师呢，是安尼假做伙造成乱伤。也那主办单位是讲呢，已经有公告禁止摕物件来占位，违规的人会直接甲因的物件清好掉。用两部烟线甲卡架放伫布旁边，迄阵目所仔顶边嘛有人采翕相用的卡架。家己阮当朝的渔人码头，因为切了暗时要来办活动放烟火，为着想要伫好的角度来翕相，都有人用卡架先来占位。遮迄个放烟火嘛，伊足水的啊，旧年造成轰动，
啊，煞今年较无共，今年因遮的摄影摄影啊写遮的老师拢提早就来考的。因为夹卡架互人提走，卡架顶面嘛出现各种物件来固定。嘉义县政府文管局指出，卡架放伫码头会影响到渔民作业的安全，有公告禁止用卡架顶的设备来占位，且民众家己收回去，会随时派人巡视伊拄遮的物件。一个月前就拢考的啊呢，伊啊昨拢遐去摕土架。是啦。这是最近这几天尔，啊遐面嘛有呢。哦，拢有哦。迄面可能伫内底。今年张氏棒长达12分钟，1.8万发的烟火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关注。为了维持渔港渔民作业的权益，也在今年特别公布，希望游客不要用脚架来占位，让渔民有良好的作业环境。除了占位的卡架造成渔民的不便，嘛有传出因为占用道路，所以卡架互人破坏的代志。官府就呼吁用设备占位的人配合活动的公告甲规定，避免造成当地民众的困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年假的时阵，出去外口佚佗，所来传出意外，这是台中的有民众是伫南湖山厝附近跋倒，结果卡过去摔断去，直升机出动甲载落山就医。另外，伫南投甲苗栗是有人爬山摔昏去，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空气总队队员将受伤的人固定伫担架，所落的送上乌鹰直升机。中秋连假第2日，台中市和平区南湖山坳，一位细华的山友登山途中无细力滑倒，造成脚头骨骨头支气，佮有5公分的空脆无法度行，找5透早。报案请求救援，空勤7点左右载运受伤的人起飞半点钟的航程，到青川公机场后送病院救治。最后，在空勤总队直升机于7点4分成功吊挂，并于7点35分抵达清泉岗机场。最后由清泉分队救护车送往57同综合医院。现行已实施。还有很多东西。确认已。先生。救护人员使用 AED 电击甲天公伯爷抢命。南投县信义乡林芝山拜六有一位51岁姓张的山友，一个人爬山，伫安埔往鹿林山600公尺乌水塘的所在，突然身体无爽快，无法度行救援，无偌久就失去喘气心跳。救管处保持总队甲消防局先后赶到，接到救援了后，送去德山秀团病院，不过急救了后有缘死亡。本局救护人员接手以后，立即建立进阶版呼吸道管道叠氧及输液管道，及以自动体外心肺复苏机进行抢救。苗栗县大湖乡的关道山步道，拜六下昼有一位67岁姓苏的查甫人爬山昏倒休克。当地路况真无便，消防人员使用更色的担架搬运落山，送去台顺病院抢救，也毋过最后有缘死亡。消防单位呼吁民众，中秋连假出去佚佗爬山，爱看自身的健康状况，千万毋通疏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大道的樱花街迄棵梨仔呢，是有工作人员伫咧厝填高咧药的时阵，煞去互规定的虎豹蜂甲攻击，有5个人去互定着，另外1个人是过敏，加在送病院了后是无啥要紧，刷落来是请农业局甲这蜂兽赶紧甲刷好走。监视器翕到工作人员虎虎同蜂攻击，为空地仔走到大路上。台中市卫生局环保局甲区公所人员，在5早起10点半左右，伫大道区樱花街万兴宫一带进行天高节喷药作业不时，无细力惊动一个蜂兽，蜂群拼出来攻击，有5个人互定着，1个人出现过敏反应。另外一个同事就说，他觉得他背部里面好像有东西，他之后才把那个蜜蜂捞出来。台中市府表示，当地当因为天高节警方一直检验阳性通报，进行户外化学防治。受伤的人包括1名区公所、3名卫生所加2名清洁队人员。因随后去附近大道消防分队求助，由救护车送医治疗。大概都是肢体啦，都有被风蛰的一些的症状。那我们有询问他们有没有呼吸道的问题，因为我们比较怕是有过敏性休克的症状，但是目前都没，但是当时都没有。经紧急叫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就医治疗，并施打抗过敏及消炎针后，人员已办理出院回家休养中。高车动作法病院表示，2名受伤的人到院拢意识清楚，多数是头手封定着。经过检查治疗了后，陆续出院。抗地现场已经由封锁线。蜂兽后手会由农业局委托保风猎抓枪箱刷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花莲公河乡的水灾。咱总统赖清德呢，昨是去到花莲来关心这救灾的进度。伊嘛讲到这崩山湖问题是无法度一个手就甲解决的，目前是有4项工课爱大成做，包括着掌握着水流甲水位，也佫有起做临时的补旱，另外也有爱来清这河林的土沙，也佫有规划撤离的计划。这个村是最严重的村。对呀，因为第一时间就从这边过来。马太安溪崩山湖造成灾害第13日，总统赖清德初五过去花莲公河乡勘灾，搁较要视察重灾区佛祖街当地居民着急，甚至一直向总统发声。都不要睡觉，真的很辛苦。一定要有人抱病吗？总统听到了吗？听到了。居民的不满，中央甲地方拢有听到。顶摆罗总统来花莲视察的时，甲花莲县长徐正惠只跟他透过电话交流。即摆2人总算见面，徐正惠也当场表示，重中之重是佛祖街以东的大量落果梅。600立方米、5-6米高的那个古灵山，这个重要要清除的，现在开始都会清，中央会协助地方来做。一直强调中央甲花莲乡亲徛做伙，搁较淡出针对灾区的房屋修缮补助，将会予1户20万的费用，加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毋过，当前崩山湖地区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罗总统指示爱为4个面向处理。第一个就是这个河川的水面的水流到底顺不顺，水位到底如何？第二个就是我刚讲的堤防的。暂时性堤防的这个工作，第3个就是河床的清理工作，第4个就是撤退计划、撤离计划。灾害发生到今，到初5下昼3点，已经造成18死，也有6个人失联。罗总统也强调，未放弃搜救行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这中秋节，军方甲志工呢，也是继续咧救灾。前进协调所是表示讲，针对2860公尺的补旱，目前已经贴关到5公尺悬啊。也那重点工课就是要来清水沟，拍算10月18就要全面甲完成。也那政府呢，也会加请这清沟车来到灾区斗3工。10月初到中秋节即天，花莲公河灾区的灾后复原工课依然继续在进行。中央前进协调所指出，目前上要紧的工课就是清水沟，为了彻底解决排水的问题，避免淹水。打算10月18之前要全面完成清水沟的任务，由国土署全权处理。环境部会调全国的清沟车，嘛用聘请的方式请清沟车来到灾区斗3工。另外，居民若是要修理厝体，建筑工会也来协助安全鉴定。所有的住家开始要做一些修缮，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请建筑工会从今天开始，建筑工会会协助安全鉴定。那也请这个居民们，如果你的房屋要立刻修缮的，先做安全鉴定的房屋的居住的可行度和安全度。总协调官贵人士嘛表示，水电和通讯的供应拢已经完成，敢若村长所也有供水的问题。中央前进协调所有成立水电服务平台，民众有需求拢通来申请服务。另外，花莲县府嘛表示，灾区的公河国中、大镇国小和公河国小，自初7全面开放实体上课，也毋过公河上工因为部分也有安全的问题，先采用线顶上课，打算10月13来开放实体上课。10月7号开始，花莲县内的一个国中小学全面恢复上课，包括大靖国小，还有我们的光复国小，小朋友们都是在原校来复课。嘛，因为目前伫咧大镇国小也有收容灾民，为着兼顾灾民的安宁，也有学生的安全，学校有甲学生和灾民分区管理。总协调官贵人成嘛呼吁志工唔通入去到学校，表示会请县府的警察伫咧校门口管制，互学生会当安心上课。记者卢尚珠、王兴忠综合报道。即个花莲公河乡做大水，到今还阁有6个人是还未找到，目前还阁继续咧找找。因为即个灾害呢，是为各地来斗3工这之间，互马太安部落的族人拢真感谢，因是专工去到车头笑因原住民的古调来表达因的心声，互真侪志工拢真感动。离台铁的月台听到温暖的歌声。马太安部落的族人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传统的歌谣，感谢自各地来的志工来花莲斗3工。月台在等候的时候，身体是疲惫的，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力量大过我们给他们，所以我们都很感动。
族人用歌声对这款志工献上上深的祝福甲感谢，有人感动甲目眶红，有人用手机记录这感动的时刻。最后重建是一条正长的路，即马有着大家互相斗相共的力量，花莲光复袂孤单。他们无私的来去帮我们去做抢修救灾的动作。我们用我们的法达案以最高荣耀的答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志工以及团队。真侪所在一个全染土，而且愈来愈大，搜救工作也无停。消防人员继续伫热点屋搜寻也无找到的6个人。当然持续的会往下游，或者是甚至光复溪还有马鞍溪这边的方向，在持续做开挖，包含那些可能的难节点，像树林区、像消波块区。规排沙雕超人接力分工，努力要恢复龟仔路原本的模样。光复乡的东灾区佛祖街路边也有真侪染土落木门等咧要清。真正协调所总协调官桂典贤来现场了解。干道跟这一条路就是只能直走，那这边是北方嘛，这边整个模组街到底是1.8公里。对艺台顶的歌声到龟仔路沙雕吐土的声音，是花莲人甲超人彼此加油的回应。马太安族人甲志工相约，光复乡恢复原貌的时阵，大家即刻来光复乡再见。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拄看到这画面，知影讲休困时也是有真侪人走去到花莲灾区来斗救灾，因是来清理这路边的水沟啊。若中央是希望讲，伫个10月18，这水沟啊会当全部拢清好了，而且即马嘛真需要人来倒贴沙包，提早为风台来做准备。一日乌，毋拿规个人规趴伫个水沟挂头前，甚至较散一点的人直接跳入去排水沟，要甲这塌掉的烂土甲粪扫全部拢甲清出来。光复街区周边的侧沟在经历洪灾之后出现了阻塞的状况。5号下午，一班志工人手一铲，重点就在清理长达30公里长的侧沟。把它弄松这样子，等下挖就比较好挖。有各地志工来光复乡斗相共，中央前进协调所讲，警交互清理进度已经100%。道路的清理大约是达到95%。也若这2天的重点是全力放伫30公尺长的清沟作业。除了清洁队，也有清沟车、高压清洗机这机械，更加需要志工来协助斗相共行爱这个沟仔组，有计10月18爱全数完成。有的清沟车，速度一天呢只能清20公尺左右，有的好一点大概60公尺。今天会调集到650个这个清沟勺。那另外呢，也感谢很多的网友朋友，我们在发布网友讯息之后，很多人都自发的来。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用大型的机具，希望整个可以通，水沟通了，侧沟通了，我们马桶才有可能会通。另外，也惊风台来，伫东西区佛祖街保安室有真侪志工在做沙包，提前做防范准备。目前好做吗？还算 OK， 因为上面负责冲，然后下面就负责弹，把它弹，然后把它装起来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的这个台风季还没有结束，我们预计要装1万个沙袋，提供给光复乡公所。也即阵清出来烂土甲粪扫有76604栋，清出来烂土会由环境部来处理。也若前一天真久无听到收粪扫的音乐，伫街路响起，开始恢复粪扫甲大型家具的清运。另外，单独列街佛祖街也伫赶进度，严格交通管制，互当机构来作业。记者综合报道。这回这马太安溪做水灾呢，互大家拢是惊到。附近居民即马是烦恼讲，另外一条光复溪本出去的加隆溪，这嘛愈来愈危险嘛。因为这土山呢是直直安尼积起来，即马水面已经比暴旱还阁较悬。尤其这灾区清出来的烂土呢，即马拢蹲伫迄附近，所以居民是烦恼讲，到时阵换因迄边会出代志。几片的溪埔有真侪石头甲草啊，这是花莲光复溪的支流加隆溪，甲上尾段会甲马太安溪做伙汇流做花莲溪。不过最近别若拄着风台或者是落大雨，都会规个走进去。24号的早上大约7点半，那加隆溪就是已经溢流过来了，然后就从这个地方流到村子里面去。外面是花甲山风台来落大水雨，规个车路已经变作是溪流共款。原本应该是加隆溪会当到小头雨水，不过因为加隆溪的溪埔已经完全比爆发较悬，所以水完全无法度下出去。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原本是一般的农耕地，如今在台风之后呢，地上堆满了碎石子。当地居民反映，就是从一旁的加农溪破堤后冲刷而来。即马居民爱面对的问题更较复杂，
因为为光复市区清出来烂土废弃物，有一部分都放伫大桥线边，若搁做大水，大量的土石就会搁冲入去庄仔头。底啊水也来，当然是怕啊，是大家要慎命，对吧？啊，村民不是我一户尔，我这落去头一户来了个大进，那种规片呢。这个堤防一定要重修，再来就是一定要清疏。这个东西没有拿走，这堤防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啊。车头水利署有调2台重机具，按算要先甲溪补乌2米深。不过居民认为讲，若真正拄到大雨，根本就无依法。我们已经掌握了，那昨天已经进场，我们会在1周内把河道内的一个土沙堆置的状况做一个整理，没有问题。另外，目前还有真侪土石定伫咧花莲无共所在。采购花莲县长徐正伟嘛甲总统反映，讲埔州街东边6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需要清理，后续解决的方法，居民大概是拢鸟鸟看。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这极端气候呢，有影是影响到全球。来看喜马拉雅这山区呢，这几日啦是大风势，安尼直落，有1,000个这登山客是受困，目前是敢若救出350个人尔。另外，伫附近的尼泊尔是连续3天落大雨，佮引起土石流，上无有47个人死亡。大雪继续落伫喜马拉雅山山地，这条大雪为10月初4暗就开始落，造成海拔超过4900公尺的偏远地区通行受阻碍。喜马拉雅山位伫中国西藏自治区、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上坡风位伫西藏自治区内。即摆中国当家客运大批游客去爬山，暴风雪造成大约1000名登山客掉伫山顶。中国当局已经出动数百名救援人员，甲当地村民协助清除积雪，想要拍通进出落山。目前已经知影大约有350人脱困。救援队收到的获救信息显示，一寡部分因为积雪已经放弃，部分登山者出现低体温的症状，情况紧急。西藏旅游公司已经宣布为初5起暂停卖胜负峰风景区的门票。喜马拉雅山真歹天气也影响到尼泊尔。尼泊尔顶礼拜六遭遇大雨甲大水侵袭，连续3日引起的大水土石流甲山崩，已经造成数十人不幸罹难。受到者的曼都伫大水退去了后，规片拢是落雨梅，民众也开始清理家园。त भइहाल्यो त्यो पूर्व जानकारी भएको हुनाले हामीले केही सामानहरू सुरक्षित ठाउँमा राख्न सक्यौँ क्षति कम भयो अब तपाईँको अरू क्षति भनेको व्यवसाय गर्न मिलेन बाढ आइरहेको छ सबै मान्छेहरू सरेर उता सामानहरू यताउता राखिरहेको छ अब खानासाना पकाउन गएछ सबै दिक्कत छ अब के गर्ने अब尼泊尔官员表示，罹难者中有35人伫几啊件的山崩死亡，也有9个人互大水冲走失踪，另外3个人死伫累极。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升悬，印度边境也有7个人因为大水互罹难。尼泊尔气象单位警告，大水后可能将会继续到初6，将继续发布上悬级别的预警措施，将灾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日本的高市早苗今麦出来做当主席，有可能嘛会真做是全日本的头一个女性的首相。到底要安怎伫少数执政的情形之下，甲在野的合作，这是伊真大的挑战。另外，有媒体是讲，这 Trump 呢有可能会去访问日本，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关注，这嘛有可能牵绊到咱甲日本的互动。日本便利商店门口报纸头版拢是自民党会选举的消息，将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当选，有希望加入日本第1位女首相刷落来发展真受关注。内政上包括伫少数执政的情况之下，安怎甲在野党合作，甲无加加权的影响对策。外交上首要关注的就是日美关系，尤其日本媒体報道，美国總統川普可能伫10月27日訪問日本，佮甲甚至首相會面。外交のこともトランプさんとやり合うことはできるのかな。今米国との関係がやっぱり一番気にな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やっぱり関税問題、安倍さんの時代を引き継いでいくっていう保守派なんで、ある程度均衡を保ちながらですけども。とはいえ、やっぱり新しい日本というところでどう外交政策を取っ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のは期待したい。高市早苗访日会议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重视美日同盟，对中国强硬路线，今麦传出伊考虑和安倍好朋友麻生太郎担任副党魁。单纯从
麻生太郎的角色来看的话，理论上高市早苗应该是在外交安保政策方面会依循过去安倍晋三政权的路线，但是目前比较大的变数其实是川普的关税问题，要怎么样面对？那这一点就是要看高市早苗会启用哪一位政治人物来负责相关的重要职务。第二关系安怎发展？其实麻生太郎伫9月份甲立法院访问团见面時就已經透露。10月4日にはその答え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誰になっても日台関係をさらに強固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は変わりがないと思います。有些政策就是只能够做，不能够明讲，没有公开的部分，台日方面可能会有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公开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不见得会像之前高市早苗对台湾表现的那么友好。意向对台友好的国旗扫描，那顺利正做首相，虽然真拍嘅台湾直接活动，也毋过政治方面无变。透过台面卡交流，有望会当互台日关系更加坚定。公司国际记者施旭豪日本东京报道。来关心咱国内生活消息，这是中秋节烘肉的猪肉价格是安尼对咧起，即马1公斤就要100通块左右，这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因为市场协会呢，因是强调讲，就是因为这猪仔价破病市袂大，所以猪肉卖这款的价格是有合理的，毋是乌白来划价。这开中秋，民众烘肉季节，肉品的需求量增加，猪肉的价格嘛搁再起价。事实上，5日这期间，猪肉1公斤破100。后来因为大水雨地灾，猪仔肥约的因素，起个大约105。9月中，猪肉价回稳，涨到95块，即马搁起到将近100块。台湾的猪价大概赚钱了3成吧，起100只低。你4-50只起啊，只起个4，日本是100多块啊，啊，但是个少会赚钱啊，百元是正常噶。饲猪协会强调，因为猪仔囝的内耳边落屎这款病痛影响，即使猪仔的药性率无好，100块的猪肉价其实合情合理，并不是乌白划价。另外，亲像饲猪的本钱一直起，嘛影响到猪肉价。进口的原料比较昂贵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要拿本土的原料，或是我要取代哪一个原料，那我们在体外实验先做完以后，调整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子喂完以后，消化率比较好，效果比较好，那我们就可以拿去替代原来的饲料，这样可以把成本降下来。学者建议用换饲料这款科技化饲猪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做法，互猪农参考。啊，那饲猪协会强调讲，病痛影响药性率的问题，一条猪农头壳摸的时候，希望产官学界会当做伙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这工业用的滚药水呢，是袂使摕来做食品加工，也毋过即马煞来出代志啊！食药署是公布台北市阿中面线甲宁夏市场林记臭豆腐，拢已经可能受到影响啊！目前这卫生局已经来销毁2400公斤的大肠，也毋过也有一寡进过工业药水的大肠，即马是毋知影销去倒位。屏东县卫生局讲会阁加强来稽查。大封条这一包一包拢是台北市卫生局伫初时查封的猪肠仔。到初5为止，包括阿中面线和林记麻辣臭豆腐，总共回收145公斤。针对食药署公布，宁夏市场姓陈的店头有买到1330公斤有问题的猪肠仔。宁夏夜市观光协会表示，因夜市用到猪肠仔的店头无够10间，而且拢是对昆南市场买，会配合调查。那至于是不是跟百货公司进货哈，我们会要求他们哈内部提出证明。食药署公布到初5为止，伫屏东作业场总共封存11664公斤，比价的大肠已经销对台北市、屏东县高雄市去，白小肠卖去桃园，总共2159公斤。桃园这边目前无出货，已经全部炸落来。高雄进货126公斤，自行销毁90公斤，但是屏东180公斤已经全部卖出去啊。本局昨日立即针对市场、餐厅及通路启动扩大市售大肠产品稽查，均无查获不法情事，将持续针对相关通路加强查核检验，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安全。
追查流向发现，屏东河城市一个姓区的店头家，对8月至9月期间，向百威公司买过4摆，总共大约180公斤的猪肠仔。不过，这个大肠已经未互散货，可能留对一寡卤味蛋，也是未互消费者。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2件代志发生了后，因有持续派人到传统市场追查，维护民众食的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或者是有屏东的业者呢，因就是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浸大肠。专家是提醒讲，这物件透落来了后呢，要着进一步来检验，看到底敢有重金属等等。因为台北市公共卫生协会伊是呼吁卫福部应该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来补充客家的人力。百威食品公司已经奉下令停工，不过外界还是真关注食安的问题。因为这间公司涉嫌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加工猪肠仔，已经流入去市面，唔知已经有偌济去互民众食落巴肚底。那现场总共有7个双氧水的桶子，其中5桶是空桶。那针对这7桶的部分，已由检方全数查扣，带回后续来做进一步的侦办。动物科的专家严宗海指出，若是食品级的滚药水，在严格规范之下，会当摕来处理部分的食品。不过，将其买的产品袂当有任何的残留。因若工业用的滚药水是完全禁止摕来处理食品，所以公司查扣产品还佫无够，还佫要进一步来化验这批工业用的滚药水的成分，才会当真正理清对人体的败害。应该把这查获的工业级的双氧水送验，送实验室化验，说到底这不纯物包括哪一些？是哪一些化学物质？哪一些重金属？是不是有铅、有汞、有铬、有砷？变了一段时间，就会逼出食安的问题。台北市公共卫生协会认为讲，这显示卫生客家体系卡手的问题。全国有登记的食品业者差不多47万间，餐厅差不多有16万间。不过，全国卫生客家的卡手敢若差不多700个人，所以呼吁卫福部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纳入食品技术甲公共卫生师。在稽核面的时候呢，没有做一个配套措施，叫做平常的突击检查的稽核。那签证制度如果落实的话，可以类似建筑师跟会计师一样。蔡炳谦希望评估试办计划可行性。小苏回应讲，目前已经有完整食安管理的机制，暂时无考虑增加食安签证的制度。未来会当评估规划公卫师来协助理清食品中毒伫咧流行病学的调查甲判断。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观光署上新的调查呢，有超过8成的旅客若准来到台湾，拢会去甲西亚市，而且有92%的旅客主要拢是去买物件。一日这平均的消费大概是5500块台票。中秋节连假，西门町人不了侪，真侪拢是来台观光的旅客。因来到台湾享受多元的美食甲特殊的景点，未少旅客来过就一直想要过来。喜欢的啊，这边人情很好咯，东西也很多，然后吃也很多。我有去过这里啊，我就喜欢这里。我的妈妈是台湾人，我爸是瑞士人。I like to see new cultures and I like to shop and I like to eat something different. 根据观光署上新调查，今年来台旅客平均停留6.98个暗暝，一日平均消费大约是5500块台票。美国籍旅客是达到7200块台票，来台旅客主要游览景点除了夜市，还有台北101、西门町甲高雄啊。在疫情之前大概西门町大概只有30%的那个国外观光客。疫情结束之后，尤其是这1年大概超过半数。看到西门町的人，一半都是国外的观光客，这是相当的惊人。另外，来台旅客上爱去的景点有日月潭、高粉仔、甲淡水；上爱去的夜市前3名分别是饶河街夜市、树林夜市、甲宁夏夜市。香港客跟澳门客比较多，他们的饮食比较像我们，所以他比较会吃一些内脏类的东西，尤其香港、澳门的小姐很喜欢吃鸭舌。除了夜市的美食，互人真怀念的调查也显示，来台旅客上爱活动超过90%会买物件、买名产特产，也是茶米。其次则是踅夜市，也会参观古迹，为各种灾民来感受台湾的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在中国又搁咧起无空啊！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呢是指出讲，今年8、9月期间有真侪只中国渔船是伫咱专属的经济区内底咧走的时阵，假做是别国的船只，甚至是罗西亚的军舰。或者是认为讲，中国安尼做呢，就是为着要来试看万咱的反应能力，同时来进行领地作战。这几年，中国的渔船渐渐地侵了台湾的周边海域。美国军事战略研究组织战争研究所最近指出，伫今年8、9月，有几若只中国渔船伫台湾专属经济区内底发出伪造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信号，叫做是别只渔船、中国海巡船，也是罗西亚军舰。混淆台湾的电子情报的这个判断，测试我们的反应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刻意的要这个制造这个认知作战，可能就有些民众会被误导，以为说俄国的军舰跑到台湾海峡。学者讲，中国的目的是要测试台湾的反应的能力，还有领地作战，像是中期常态化侵略台湾的 ADIZ。就是要消磨台湾的资源，减弱咱的警觉性，试探咱的回应程序。广播讲，最高几日有查到10只中机、6只中艦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另外，前处室处长谢立新最近真罕见请军方出席波兰华沙安全论坛，讲台后会当互相学习、分享普适地带行动的经验。We've been dealing with China gray zone operation over years.There's a tremendous how we counter disinformation that we can share, not just benefit for us, but also benefit for the European nation. 公安受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安会主委齐书俭表示讲，若是台湾有代志，欧洲嘛有代志。伊强调，唔是爱欧洲国家介入，是希望欧洲协助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共做飞航供应链，做伙投资和平，协助战争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这中秋节黄鱼的介绍有影是真好，金门呢是有渔民啊唱着是因为烧正钓鱼的地点双方呢冤家个起卡动手，海巡人员去现场处理的时阵，结果这嫌犯竟然搁塞车甲弄，尾啊，这个嫌犯是互人照妨害公务的罪嫌移送法办。中央开车启动来到现场处理的海巡人员大声喊也是我都来阻止。原来是因为中秋连假，金门的这个黄鱼介绍大起。金门烈士一个渔港，两边的渔民敢若为着抢钓点，先是伫海上发生纠纷，等来到港口了后，双方又搁拍起来。四人的嫌犯也开车启动这个海巡人员。擦撞所以后来也有到医院去就医，小腿的部分有擦挫伤，有做一些简易的治疗之后没有大碍。最近刚好是黄鱼季啊，所以就比平常出海的作业的民众都比平常多这样。嫌犯他涉嫌就是开车冲撞海巡署同仁的部分，有以现行犯然后进行讯问，并且预支5万元交保。这4人嫌犯从当场抓起来，依照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检方核审了后，尾也是5万块交保后团。随上黄鱼主要分布伫金门、马祖甲中国的万港口。设伫金门肉质真有利，真侪车客真高档的料理。因为掠过头野生黄鱼数量少，拄到中秋节价格搁较贵。现在野生都很少啦，那价格也贵，尤其野生的黄鱼又是更贵。最主要是黄鱼不要过度捕捞，要富裕。有老人来相拍，这涉案的人无转述到案，检警继续追查这涉案的人到案，追究因的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台南左镇的山区呢，有轿车驶上紧，结果咧转弯的时阵，大动大袂负全去弄到一台乌多摆。这骑乌多摆的落尾是救无回来。附近的民众是质疑，这警方伫咧司法进程虽然有查车，毋过煞无要求对方袂使搁再驶车。今日警方是回应讲，这处理过程到底敢有疏失，即马已经交予分局落去调查。乌色轿车伫山路来回驶，速度更加连骑脚踏车人都看袂落去，爱对方放慢速度。这台车经过一条关节平台附近，技术无减速，伫路桥弯道失控撞到头前机车，技术被弄了分别送医死亡。乌色轿车是规台，并路边看。我出去看到都弄落啦。人呢？人有2个人顶车来呀。轿车吊挂等于车路，初步检核吊水驾驶虽然满18岁，毋过无驾照，被弄17岁少年也无照骑车，双方技术是朋友关系。毋过现场人发现轿车弄掉，技术进程其实已经甲一个骑脚踏车人受伤，警方到场处理，毋过这台车却是继续咧驶。
我就看他那一台马三一直在那边冲来冲去，车友嘛说他们先被擦撞到，被那一台马三擦撞到，所以这时候照理说他就不能再给他们开走了。警方就着这期处理问题，现场民众发现沿路赛车好亲像不是同一人，无摆渡车顶真一人轮流赛车。员警获报后到场处理，业依规定自单举发无照驾驶及禁止行驶，业由本分局调查中，如有违反规定，将从严惩处。警方调监督监视器发现吊sway车，疑似危险驾驶定情形，转后一台轿车、6台汽车，插到4男3女，牵涉本案。死亡车祸发生之前发生交通事故，环境深受疏失，已经介入调查。轿车驾驶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由检察官指挥侦办，其他人无查到违规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好，这中秋连假呢，有民众是赛车去到中华的王景海岸来看风景，结果无去注意到电流的时间，全掉伫个蚵仔岛内底。海巡人员是透过环岛智慧型化这监控系统去发现到，所以赶紧去到现场，把人救出来。蚵仔车北区往前受困的车，6个海巡人员已经在太平。中华丰原王景海岸线中秋连假欠真侪游客，暗过有人无熟悉退楼，赛车受困伫福宝蚵仔岛。海巡人员透过环岛智慧型化这监控系统发现，马上展开救援。倒用者，个拄卡里面，插在顶啊。他另外那边有吗？有，这边嘛。海巡署开4.8个规划环岛智慧型化这监控系统，有红外线这现象架，高清科技讲摄影机组应清晰离海岸3公里的真车船目标，并且进入1公里范围内目标外观。300公尺以内应变成细部资讯，亲像船顶人员动态检索。海巡中部分署第3安全队就是借这系统马上发现，请蚵仔车业者到场来拖，各用人力来杀协助脱困。本所立即派遣人员前往现场处置，并协调当地友好客车业者，以客车拖带车辆方式及人力辅助推行，顺利协助车辆脱困，开返岸际。科技巡逻是真成功，海巡也呼吁民众随佚佗进前了解各县市海域状况，或者是下载海洋资讯平台 App， 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个南迴公路大溪路段呢，又搁传出有一只姜仔互车甲搞死的意外。动保团体是呼吁着爱设告示牌来提醒，避免搁再有野生动物发生车祸。初5半暝，台9线南迴公路大溪路段，车驶过速度是真紧。有一个住伫附近的居民赛车要转去，发现路中央的分隔线有倒一只动物，这个民众是错一条，落车一个看是姜仔，赶紧甲刷走，较袂搁有车通过去互惊到，甚至发生车祸。如果有对向来车，那就真的很危险。附近的居民讲，南迴公路的姜仔去互弄到的事件已经毋是头一届，最近这几年日射甲暗时啊，拢捌发生过姜仔为山顶走落来，现在伫个车路去互车弄到，互民众是真困扰，尤其是暗时啊，搁较歹预防。动保团体呼吁相关单位，可能需要调查南迴公路野生动物会出入的所在，采警告的标示，来预防野生动物去互车弄到，卖当减少车为着要闪动物，无适宜发生车祸的事故。常常就现在动物都下来，猴子都在下来了。我们可以先设立相关的这个警告的标示让用路人呢能够在这个路段这减速慢行。专家建议，内部山区野生的姜仔数量袂少，为着要找食的，有当时因会行去甲车路，会当伫因会出入的所在设置路边的栅栏，降低姜仔若通过车路的时阵去互车弄到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国际风吹节是办伫个中秋假期，为着避免交通大拍架，所以市政府针对一般民众呢是敢若开放乌多摆，也阁有计停车入去，无这就是爱停伫个指定的停车场，才阁搬交通车过。也毋过这款规划煞互游客是减真济。国际风吹飞伫天顶，内面有石具、太空人、机器人各种造型，互新竹渔港的天顶十花五色。不过，今年因为新竹市府交通规划要求民众敢若会当坐计程车，也是骑机车来，互今年新竹国际风吹节游客比演过减真济，包附近店家生意受到北捷影响。有影响半以上。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可以让车子进来，或是开放一些停车场，让那个游客可以进来，我相信应该会带动不一样的人潮。不方便啊，因为就很近的停车场啊。
对啊，再不开放又要去找别的地方。今年因为这个交通管制，还有相关配套措施规划不当，那导致周边的店家、餐厅生意冷淡，甚至一天不到1桌的这个客人。市府解说，因为过去风吹节附近交通地大乱，今年才会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刚才开放奥多拜甲计程车进入。市府也提供免钱巴士接送游客出入。目前渔港里面有3个停车场 ，P1 停车场我们是提供给有身障手册的民众，还有我们的工程车辆、工作车辆。那另外第1个停车场，因为我们按照去年的经验来看，进港的摩托车数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年第1个停车场改成全部交由摩托车这边来做一个停驶。店家指出，虽然今年交通状况确实好足济，不过贸生理减1半以上，希望市府未来会当恢复开放民众停车，再个看停车状况，调整交通措施，才袂影响到游客来佚佗的意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呢，是对初四开始伫南投市中兴新村来举办。这当中，阁有推出传统的做茶体验，互游客呢会当家己来泡茶，感受这的茶味香。把它拨入。把茶米放伫电焙炉面顶，用工具慢慢甲焙，互茶米焙火程度会当较平均。这是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当中的焙茶体验，用安全的电焙炉来代替火炭，互游客体验感受茶汤的香气、色水甲滋味的变化。好玩。今天去那个烘焙的，在台湾那个茶叶的种类很多，家己 DIY， 家己焙火，焙火了后就感觉迄个茶香拢出来，有迄个焙香。台湾茶文化推广协会表示，南投县鹿谷乡的冻顶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65年，鹿谷乡农会开始办茶比赛，让这茶农开始讲究焙茶的工课。这个体验除了传统焙茶甲泡茶以外，嘛用入玫瑰花、万寿菊、这花草，希望以创意的茶汤，让少年人嘛会当介意台湾茶。传统的就是伊的炭火，适当的炭火去焙茶，到适当的时间，搭焙出来，香味，就是独一的，这个冻顶乌龙茶。今年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除了互民众认捌甲体验茶产业文化，另外嘛有亲像青人擂茶、青人手揖茶饮这大型活动，登记一直到10月10日。南投县府也希望结合双十宴会伫南投，邀请民众去南投支持啉茶，暗时看宴会。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好在中秋节当时嘛是土地公的圣诞，有这些人是会伫这天呢来做土地公馆祈求丰收，嘛来答谢土地公的庇佑。伫中华呢是有民间团体来办食农的课程，结合做土地公馆的体验，互民众会当熟悉农村的文化。大家认真咧拗金纸，然后甲拗好的金纸甲香压伫咧中央破开的竹仔内底，再佮用黏布固定，土地公馆就做好咯。旧历8月15，除了是中秋，嘛是土地公的圣诞。有做田人会伫即日做土地公馆插日田的，意思是互土地公咧巡田水的时有拐仔通吐。我做3个土地公馆，真趣味。安尼看啦，捌创安尼啦，无创济啦，咱俩是5个做啦。过去农村社会为着祈求丰收，答谢土地公的庇佑，做事人会做土地公馆来祭拜。有的地区是伫中秋拜，嘛有伫5日祭拜。为着互民众熟悉英国的农村文化，中华溪州有民间团体办体验活动，除了做土地公馆，嘛有水牛的食农生命课程。拢个有足细汉的囡仔吼，捌体验着即款迄个农村生活，啊是讲来遮吼，因体验看卖咧。啊，无嘛，唔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叫饲牛，啥物是牛屎，更捌看过。伫现在社会，饲牛这件代志愈来愈少，所以阮就开始办这个活动，互人加熟悉诶水牛较早伫咧农村的这个文化内底有啥物款的角色。主办单位表示，较早农民做事靠水牛犁田是农村重要的劳动力，因为2017年开始，伫地方甚至去台湾各地的学校推动水牛生命课程。今年头摆伫中秋结合做土地公馆的活动，希望互民众认捌过去的田庄文化，卖当了解农民尊敬天地、感恩惜福的精神。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另外来看台东的地上呢，有一间庙伫30当前咧起的时阵，这厝尾顶的塔楼是有漏空，无甲封起来，想袂到竟然有密婆来到遮做收，即马数量已经有1000多只。原来这款密婆呢是台湾特有种，阁会来食海棠。
伫咧地上乡的现天宫已经起30档啊，到怎啊也未起好。伫厝顶的这个塔楼一个挑工漏一空，因为管理员有一天发现尾仔暝时阵有真侪蜜蜂会对这个坑内面飞出来，尾仔数量愈来愈多，庙方管理员认为蜜蜂代表福气，所以这个塔楼就让互因大。太子楼啊了，迄个坑有一年感觉哎呦啊头啊，一蝙蝠才出入。就去看，哇，规个拢总是蝙蝠安尼，带来福气安尼。对对，迄这个特色就是有福气的所在。当地保育人士讲，住伫咧庙内面的这款蜜蜂是台湾特有种的台湾叶片蝠，是国内原生种上大型的正糖的蜜蜂，会当帮助农民除虫害。尾岸保育团体也雇用红色的玻璃纸掠伫咧镜头头前，避免反射光去伤到蜜蜂的目睭，记录台湾叶片蝠伫当地行为路线。经过调查，这个洞内面至少上千只蜜蜂，因为附近拢是田，有真侪糖吃。庙方国家塔楼互因大，所以变做一个族群。有大概600到700只左右是台湾叶鼻蝠，那它大概是晚上黄昏的时候会出去，然后到白天的时候会回来。那其实我们上次带导览解说的时候，有带大家去看，其实还蛮壮观的。不过地上乡其他所在是真罕的看到这种规定的台湾叶片蝠。当地保育团体讲，有可能甲土地被破坏、甲人为的干扰，抑个农药盐过都有关系。所落来会搁再深入调查。不过为了要让一般人会当改变蜜蜂是歹动物的偏见，这么庙内面有一些导览的解说，希望让大家了解蜜蜂是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生物之一。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潮流界来关心的是克罗埃西亚的古城呢，历史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也毋过暗时呢，当地导游是推出听几啊个的特色行程，带游客来入捌古城，嘛感受当地历史甲文化。天要暗啊，涂骹踩一趴油灯，天色昏昏暗暗，游客大家点点坐遐，听导游讲这栋建筑物奇怪的故事。In the 18th century, the peasants would gather, during the night. They would visit graveyards and open graves of suspected corpses, and they would impale them with blackthorn or white thorn stakes. 这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克罗埃西亚这几年流行鬼怪旅程。伫咧因南部的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当地出事的导游米罗瓦托维奇，正了解这座城市伫中古世纪，不是拉古萨共和国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故事，也有历史。伊穿规水的乌衫，关一拍油灯，天要暗嘛就开始带游客用无同的角度介绍这座历史正久的中世纪古城。当地也有真侪包括14世纪乌斯边疫情侵袭，民众无愿意隔离，遭受酷刑，或者是真有名的女巫被审判的传说。这个悲剧的乱情、犯罪、酷刑，也有鬼魂出现的民间传说，游客拢真有兴趣。And so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a little bit unusual,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nd when I saw this one, I thought this is what I need to do here in Dubrovnik. So it was perfect. It was incredible. She had an interesting array of very unique stories, many that I don't even think certain locals would be aware of. 自当地导游推上这种旅游行程了，逐年的杜布罗夫尼克热天，拢会有真侪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想要来体验无同款的旅游。米罗瓦托维奇希望会当借着这款旅程，让外国游客对无同的角度，更加了解这座城市以前的历史甲传统。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